30年係一段光陰嘅故事，亦都係一份初心嘅堅守。咁每一年佢哋嘅畢業禮啦，咁我哋好多師友咧都會捐贈獎學金嘅，支持嗰啲學生，鼓勵佢哋有好嘅成績啦。咁亦都我哋又頒發咧呢個優秀教師獎俾學校嘅老師，鼓勵佢哋咧對教學嘅熱誠啦，對學生嘅關懷啦，同埋教學嘅進步啦咁。願咧獅子會蔣翠瓊中學咧係學生、老師、教職員嗰方面咧都有優良嘅進步，與時並進。亦都因為我哋獅子會係有好多嘅服務計劃啦，咁因此咧，亦都係從小咧就已經係同佢哋培養點樣去捨己為人，或者出去社會上面去體察唔同嘅階層嘅狀況，咁令到佢哋嘅視野咧就更加廣闊。咁我哋校董會嘅成員咧就有一啲嘅商人嘅背景啦，亦都係有一啲嘅會計界，或者係一啲科技界嘅代表，咁因此咧，佢哋喺管理學校嘅方面咧，亦都係可以俾到好多嘅意見嘅。我哋咧就喺教學嘅環境或者學校一啲嘅設施咧，我哋都會一路咧都會支持嘅。命名嘅背後咧，2022年嘅時候，有一位師兄同我提出話，獅子會中學有咁嘅希望可以提升學校學生嘅質素，同埋睇下點樣去提升佢哋嘅成績，希望可以捐一筆錢出嚟，就係幫助佢哋。咁我到最後我哋就係即係做成咗呢件事啦。佢哋能夠好好咁樣去利用呢一筆善款啦，而呢一筆善款嘅利用咧，當然都係唔離開係呢個學生嘅培養啦，無論係學業嗰方面啦，或者係佢嗰個人格嘅品德啊，各方面嘅培育啦，同埋各方面嘅，譬如藝能啊，或者係運動啊嗰方面，佢哋都能夠做得好好，都能夠做得到嘅一啲嘅成績出嚟。如謹以至誠，加入國際獅子會，中國港澳303區，中區青年獅子會。我哋好多時咧都講話30而立啦。如果係人嚟講咧，30歲咧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階段。咁如果學校嚟講咧，我亦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模樣啦。咁我哋可以吸取往時嘅經驗，就住而家嘅社會嘅需求，就做更加好嘅學習嘅環境俾我哋嘅莘莘學子。喺未來裏邊，我都仲係希望做多啲喺教育啦，同埋喺健康啦，各方面嘅嘢啦，咁我都希望獅子會能夠繼續茁壯成長啦。好希望咧獅子會蔣翠瓊中學嘅學生第日出到嚟咧，都係好有勇氣咁樣話俾人聽，我係嚟自獅子會蔣翠瓊中學嘅。